啟德體育城是否轉為起住宅嘅討論繼續。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立法會議員馬逢國出席本台節目之後話，體育界嘅憤怒係可以理解，佢自己亦都不滿未有官員出嚟講清楚政府立場。都係喺媒介問我呢個問題之後，我先至知道有件咁嘅事啫。咁我都係我就有主動問翻政府嘅。咁政府俾到我嘅睇法就話，佢哋只係呢個內部嘅討論啦，任何嘅決定都未有啦。咁亦都冇講一個詳細嗰個方案嘅內容。咁但係可以咁講咧，就係到呢一刻咧，冇一個政府官員咧係主動同我講過呢件事。主有份建議將體育城搬遷同延遲嘅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成員蔡涯明就話，體育城最好可以搬遷而騰出熟地，又提出新方案，建議將體育城規模減一半，再提高地積比至7.5倍，亦可以達到相同效果。亦同時提出可以檢討啟德嘅休閒用地，而無需搬遷體育城。我係十分支持將啟德嗰個發展區裏邊嗰100公頃，接近100公頃嗰個所謂啦 open space 休閒嘅地方咧，我哋去檢視下，將佢減少20個公頃，將呢20公頃咧，我哋起咧啟德體育城，或者我哋起住宅樓，咁變咗嚟講咧，一樣達到7萬個單位。大家知道，正如剛才你所講，原來計劃咧只能夠3萬個單位，我哋都滿足唔到1年嘅用途。浸會大學體育系副教授雷雄德就話，如果將體育城搬出，將會有違政府嘅盛事化體育政策。喺個體育嚟講，佢哋都係用一個盛事化、普及化同埋精英化嘅一個政策。咁如果你係做得個盛事嘅話咧，係一定要係方便係就腳。咁而你睇翻世界各地所有嘅大城市咧，佢哋嘅一個大型嘅體育設施，基本上都喺市區周邊或者係甚至乎喺市區嘅中心裏邊咧，係相當之就腳。雷雄德相信政府今次以放風嘅方式測試民意，但係低估咗一向支持政府嘅體育界對社會嘅影響，最終將事件激化。